信息吼，伊是一个叫做我看波纳牧师所写的吼，伊即首的歌词甲伊的曲拢非常特别吼，伊的歌词是，它是用对话吼，用对话的方式来写吼，是真好用来放伫个咱的礼拜来唱，嘛是真好，咱个人来灵修默想的时阵来使用吼。咱即摆来斗阵来唱，信息153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灵点伫一世间，伊若落苦来我真情，能为地平安。我听伊讲心就欢喜，随时就会做伊心底。平安快乐地因点耶稣身边。好，无消息吼，咱再来，咱第一节再来唱一届，来。我听耶稣的声讲明，灵点伫一世间，伊若落苦来我面前。我听伊讲心就欢喜，随时就会做伊心底平安快乐地因点耶稣身边。咱来唱第三节。我听耶稣的声讲，我是世间的光。是我的路为地明路光明中，我听伊讲夜头观看，从乱万欢喜，耶稣真光引我陪我，就我行到一生。可能要再练一次啊。好，咱来过一届。我们先那个大概，若是讲对旋律若无熟吼，咱就会当拍开咱的信息吼，咱来唱信，咱来献开咱的信息的歌本。好，我们可以先喂，好，那我们可以先唱旋律一次，好不好？哩哩哆哆啦滴滴啦啦哆哆哆哆啦，哩哩嗦嗦啦西啦哩哩哩哩哩啦嗦嗦哩哩哩嗦啦西哆西啦。旋律来，哩哩嗦嗦啦西西啦啦嗦嗦嗦嗦啦，哩哩嗦嗦啦西啦哩啦哆哩，哩哩西啦嗦嗦咪哩哩嗦啦西。第一站，好，我们第一节哈，第一
行的旋律，我们再唱一次好不好？因为那个它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延长，有一个延长记号。因为这首诗歌我主要有讲，它是用一个对话对话的方式，所以它好像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回应所以它有一个延长记号。好，咱第一节的，那我们就讲好了，我们就延长3拍就好了，这样子等一下那个唱圣诗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就是起起落落，好不好？延长3拍好，来，我们第一行第一行跟第二行，我们再一次旋律我们就来把字放上去来，哩哩嗦哆啦西滴啦，啦嗦嗦嗦嗦吧，哩哩嗦嗦啦滴嘟啦，哩嘟滴啦哆哩。好，那这个第二行的，好，抱歉，头前的第一段，第一节的头前的第一行跟第二行咱唱较慢的。为你有看到信息头顶有写可稍快，有无？好，所以为第三行跟第四行，咱唱较紧的这样才会有那个对话的感觉所以前面第一行、第二行咱唱较慢的，第三行、第四行咱唱较紧的。好，咱来唱一届来。我听耶稣的声讲明。好一点点大家有上手吗？好，因为咱这等节嘛是伫敬拜中学乐上帝虽然延迟了一些练歌的时间但我们把它熟悉，大概唱起来会比较合一那另外一首敢有练过啊？另外一首不练。你要练了？好，唱一次信息的细数，这首应该大家有较熟一寡信息的细数。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咱来唱第一节就好，来请。真好，咱来比班心，准备念面礼拜。
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主上帝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咱做伙来唱诗，俄罗独一个上帝。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咱起立来吟。天父上帝，你有极大的权能，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的公义永远不变。我们会顺坦服侍你，敬拜你。我们要用假使你假使阮的祈祷文，安尼祈祷讲：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用启应的方式，做伙来读上帝话。启应文60篇，哥林多前书13篇，启应文60篇，哥林多前书13篇。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路伫弹，喇叭在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够硬的信心，他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
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愿望。这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即马亲像照镜伫看，模糊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性、愿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即时要伫你的面前安静落来。阮感谢你，互我主持阮伫遮做伙来敬拜你，互阮搁一摆交托伫你的面前。主啊，阮学了你，因为你值得万国万民来敬拜你。亲像诗篇所讲的，全地就耶和华唱歌，全地着称赞耶和华的名，日日传扬你的救恩。你是创造天地万美的主，你的荣光超过阮所想象，但是你的温柔，可安尼就近阮。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伫阮的心内讲：主啊，你帮助阮；主啊，你帮助阮。愿安尼的呼救，做阮的祈祷。愿安尼的呼救，是阮要对你唱的歌。阮感谢你，因为你若创造阮，你嘛一直甲阮同行。感谢你伫艰苦中无离开阮，感谢你伫阮孤单的时陪伴阮，感谢你透过教会，透过兄弟姊妹，透过一首诗歌，一段圣经节，不断提醒阮，你是疼阮的上帝，你是认捌阮的上帝，你是无弃嫌阮的上帝。主啊，我嘛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真侪时阵，阮无法度活出你的疼。今仔日的启应文，搁一摆提醒阮，若无疼，阮就无算伫啥物。阮虽然知影真理，但是阮的行为、阮的情绪、阮的眼光，定定无疼、无耐心、无温顺。阮干那看阮家己所欠缺，无看见你所需的。丰富，我嘛用定定批评别人，但是阮真少问，阮敢有活出你的款式？阮心中有怨妒，有骄傲，甚至对你嘛有埋怨甲失望。主啊，求你赦免阮，帮助阮放落遮的重担。你的神搁一摆洁净阮的心，互阮回转归向你。阮要感谢你，阮愿意拍开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要听你对阮的性命来讲话。愿今日的礼拜伫讲道中，听见你的听见你的声，
听见你要对阮讲的话，求你帮助阮用谦卑的声、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愿今日的敬拜，毋是干那来敬拜，是要来归向你的敬拜。我们对你讲，主啊，阮伫遮，请你来。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掀开圣经，记载伫士师记14章第50到第90，士师记14章第50到第90，伫个旧约圣经的14页，我来读互大家听。第50，参孙甲伊的爸母落去丁拿，到丁拿的葡萄园。拄当有一只狮仔豚要来口内挖伊，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参孙，伊的手无加施，也拆离伊，亲像拆离山羊仔一样。伊也甲伊的爸母讲伊所行的事，伊也无甲伊的爸母讲伊所行的事。伊落去甲查某囡仔讲话，伊是参孙所教伊的。阁有遐久倒转要来带伊，活到路边要看死的狮，看见有一箱芳甲蜜伫狮的身躯内，手摕蜜去行，哪行哪食，到伊的爸母遐，就互因也食，总是无甲伊讲，即个蜜是对狮的身躯摕来的。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所接来青年团契要来学老，因学老的诗歌是为即块土地，愿诚心祈祷，圣哉圣哉圣哉。学老煞请科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参孙第一。好。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刚刚青年团契唱的这个赞美，你们有抓到它的意境吗？我说的意境，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好，他们对上帝的赞美，以及对这块土地的祈祷，好不好？好，这是因家己设计的主曲啊，有搞无？然后你嘛讲上帝较高啊，使用因来学落伊，对吧？这很棒啦吼，因为这咱的信用吼，就是当互咱对歌曲啊，还是讲上帝的话语内面来看见更较丰富吼，更较无共款感动哈嘛，感谢哈青年团体用真诚的诗歌带领我们敬拜上帝哈，伫分享之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分别阮最圣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圣的日子，恳求你搁一遍用你的话语，用你的信心来启示阮的生命，也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中看见主你的旨意，将你时间交托仰望，求你祝福，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仔日的题目吼是耶和华的神大大感动，什么人？参孙哦，好，大家还记得我们现在在参孙的人生里面吼，刷下来吼，会有3摆，咱会看到上帝的神大大感动参孙吼，参孙。为什么是3次呢？如果你想要先偷跑的话吼，你可以翻圣经吼，对伊开始要娶某的开始吼，刷下来。敢若你会看到伊所做的代志吼，3摆上帝的神大大感动伊，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上帝大大感动吼，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吼？好，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经文里面吼。大家会记得吼，今仔日讲参孙吼，伊要去丁拿，要去丁拿创啥？我要考一下你们，虽然上个礼拜哈是那个交换讲台哈，但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参孙伊伫丁拿安怎拄到一个非利士人的查某囝，对吧？在非利士他遇到一个在廷拿哈遇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哈，所以看到就安怎咱台语吼。嘛是足古锥的，伊讲参孙看到伊，介意伊，我介意伊啊，所以这个安怎，大家都袂当唱，还蛮霸气的嘛吼，我介意啊，所以介意得当带对不？嘿，不敢讲，好，但是你唔通袂记哩吼，伫顶顶礼拜的时阵吼，这个丁拿查某囡仔吼，是个非利士人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哈，这个就是要娶外族人，哈，或者是外邦人，哈。但是伊真介意，所以甲爸母安怎塞奶替我娶，安怎为我娶这个查某囡仔，哈。这个看起来很可爱的爱情，哈，那我当然浪不浪漫我是不知道啦，哈。他爸妈可能胃很痛吧，但是。你唔通袂记哩，这个背景吼，它不是只是要讲爱情故事吼，不是只是谈论一个爱情故事，你要记得，如果你翻一下你前面的圣经，眼睛往前面稍微瞄一下，对参孙的时代开始吼，非利士人怎么样？这个时候是辖制以色列人，你不要小看辖制这2个动作。我讲刷下来吼，有3摆，咱要来思考上帝神大大感动参孙的时阵吼，你不要小看这个辖制背后他是怎么做的，这个蛮有趣的。我们今天会带到前面的一开始吼，你记得这个脉络哦，知不？虽然没传播，但是当然你可以用你自己心里面的讲法我就是要。娶那个温奏诶，就特雅诶厝边，我要娶敌人的什么女儿？这个剧情很洒狗血，有没有很洒狗血？
有没有都醒来了？好，我们来思考。接下来，今仔日的经文跟他短短5到9节哪点吼4节。这4节里面呢，有什么值得我们思考的跟学习的？我们慢慢来看。参孙跟老爸老母吼去亭拿，其实吼这个去亭拿的路上，今天的这4节吼就是一个小插曲吼。这个小插曲是什么意思？大仙伊伫亭拿的葡萄园，安怎拄着？嘿，就去葡萄园去亭拿，然后经过葡萄园，然后看到狮子。这剧情有没有很精彩？诚实一点，有没有很精彩？真的假的？你们人很好那个《士师记》的作者应该蛮开心，读者很热烈反应。不是啊，去亭拿葡萄园遇到狮子，有什么好精彩？有什么好精彩？来，怎么会遇到狮子？怎么会有狮子？对啊，怎么不是猴子？好啦，对啊，就是在那边干嘛吃葡萄，干嘛要吃人，对不对？好，在这里面呢，2个寓意，在《士师记》的作者里面用这其实是有意思的我等一下给你们解答。但是在进前，我要先这个短短的叙事来边，说真的，你要把它讲成一篇道还真的是不容易，对吧？4节，但是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只选4节？是因为它每一个象征，不管是地名，不管是地理位置，不管是出现了什么，它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象征意识所以我没有想要把经文拉太远。你进入葡萄园跟狮子我要先给您看一张地图。来，这是哪里的地图？平常要翻一下注释书，上面会有这边讲到的地中海，对不对？有没有？所以这个所在其实就是那个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地，这个国家往北边走一点的叙利亚、黎巴嫩往南边走嘞。太快了吧！好歹路过一下西乃山啊，西乃山完之后过了红海才是埃及啦，你知不？好，大概就是现在以色列地但是你哪会记得士师记是以色列人拄入去迦南地的时阵哪条？士师记只是以色列人刚要进去应许之地进去，所以整块地都你家的，对不对？不会嘛，对吧？你总是要努力的清场啊，对不对？这边讲刚进去，你一定要清场啊，对不对？所以呢，因是对哪位入来你有看到这是亚鲁撒冷对不？然后再过来就是约旦河，他们是从耶利哥城古城耶利哥城这边进来的差不多是以色列差不多中间的位置进来的。进来之后就要分嘛，还要分土地，对不对？好，亭拿在哪里？好，我把它框起来这里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不一样？有亭拿就在这个位置。好。那你一定会发现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其实亭拿的这一块地是应许给谁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参孙营的支派叫但支派。但这个今嘛你看到这个所在照理讲是但支派应该要拿下来的。我一定要让你们看这个地图，你们才会能够知道那个辖制压制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把它放回去。你若无看到这个非利士照理说你看到地图，你敢若你会抓做这个所在即马是以色列人，以12个支派嘛，对不对？2.5个支派留在约旦河以东，9.5个支派都进来了，但是还没拿下来，因为要跟这边的什么地方派系不是，那是台湾。好，要跟什么？要跟这边的什么地方势力干嘛？抢夺主权啊！你知不？
可以吧？有进入状况吧？好，所以丁拿的家，好笑啦！照理讲，这个应该是但支派，但是他的描述是他在亭拿看见一个菲利斯人的查某囡仔。好，所以我搭配这个地图，你就可以想象，好，可以想象这个所在但支派安怎，还佫真拼啦，知道吗？还没变天，你知道？还佫真拼。好，那他们。看起来我唔是有讲那个12个士师里面吼，参孙最怎么样？他最吃香，从受精卵开始就怎么样，找好工作了，对不对？这是事实吧？对啊，都还没出生就已经有工作，叫拿细尔人。那他出生就只要等着长大，对不对？就可以上班，多好。但是照理讲，士师是要用来创啥？你头前读到遐侪士师的任务是要创啥？哈？要征战啊，有无？照理讲，上帝的灵大大充满他之后，场景应该就要杀到战场了，对不对？结果拉进去他的爱情故事，结果爱情是他的战场，好吧？这也是一种啊。爱情是，对，婚姻更是一个大战场。后面就下个礼拜就要看他的婚姻了。所以呢，回到这里你就能够，你就会当知影丁拿不是一个只是随便天外飞来一笔的一个什么地理环境而已丁拿应该是但的什么应许之地，却住着满满的外邦人，这代表什么意思？我的地图，丁拿真出名伫参孙的迄个时代基本上是个很有名的葡萄园伫葡萄园内面，葡萄园你嘛想讲葡萄园是要创啥？除了食水果以外，就是安怎啉酒啊？对，这个拢是内行的古时候你现在想到葡萄，你可能想到家乐福。我跟你讲，古代的时候在3、4千年前，你若讲到葡萄大家80%应该都是在讲到啥？酒就是把它制作成酿酒浓酒淡酒较高的酒、较薄的酒安尼拿定所以。伫遐拄着狮仔就是一个真安怎真危险的代志伊拄着狮仔了后，上帝神大大感动伊伊就安怎无鸡死啊，就啥物拢无，有没有？我不是说伊出生就什么战力直接补血补到满点，有无？拢唔免挖克别个。根本不需要军队，你知？上帝神就直接帮他每次都输血输到100所以。大力士对不对？所以他应该要去打歌利亚，好不好？没有，拉太远。歌利亚在那个大卫时期对啊。所以伊有遮尔好的文术，会当徒手安怎拆你狮啊，那亲像拆你山羊啊共款伊嘛无甲因老爸老母讲这2个叙事，比较去到丁拿的葡萄园，甲拄着狮啊这里我要再帮大家补脑一件事情，大家知影参孙的身份是啥物无？拿细尔人对不？拿细尔人不是一个种族它是一个身份一个身份那所以拿细尔人伊的职责是啥物？伫这3点，高酒、白酒拢安怎？袂使啉，去这样子你就能够知道了。葡萄园暗示、明示一件事，去那边干嘛？人家是去结婚，顺便喝喜酒，喝自己的喜酒。破功。第2点，无清气的米，袂当食，袂当摸。但是伫今仔日的叙事内面，安怎？无鸡丝拆你狮啊！所以狮啊死啊未？死啊，就是伫因犹太人内面无清气的米，是吧？哇，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跟今天的叙事放在一起做对比吗？我头都有讲诶，这个叔叔一出生就有头路啊。他终其一生爱做的代志，甲因爸母终其一生爱做的代志，就一件尔定。勉强说2件好了，就是保持伊拿细尔人的什么身份，然后保持这个身份，做起手拯救以色列的工作，对吧？我帮你们这样复习，对参孙的一生有没有更清晰了？来少年呢？有出社会来食头路有忝无？真忝哦，嘛想2秒一个，互恁主管嘛想个2秒。终其一生只要活着就好，难不难？不难，讲得很简单。你这样子是嘲笑参孙呢？他终其一生只要保持保持因拿细尔人的身份就好。但是今仔日短短的经文，互咱看到什么？叫你迄3件代志拿定，安怎修袂好？短短4节经文，第一个破功，第二个怎么样？破功，哇，惨了！是第3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资深的基督徒心里马上就想着，牧师他再过没多久就要破功，是不是？啊？哦，他献祭哦。美人计哦，被设计哦。好了，美人计也是一招啦。所以恁就会当知影，维持一个身份敢有简单？敢若讲啊真简单，酒莫啉就好。敢若讲啊真简单，物件垃圾的物件莫当着，安尼就好。有简单无？在你生命跟生活里面，任何轻松的事、愉快的事、浪漫的事，都有可能什么？让你卸下心防，松懈下来，就破功了。我咧思考参孙的故事的时阵吼，我就一直咧想遮尔趣味的故事吼，到底有啥物值得现代教会来思考的代志？我发现你若去想到耶稣提醒伊的门徒，甲迄当时的群众讲一件代志：上帝审判的日要来到的时阵，迄当时的世界的情形是安怎？舞照跳。马照跑，舞照跳，迄个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日子要临到，你是咧过一般的生活。你在一般的生活里面，若无有任何的警醒，上帝审判的日一到，你会突然间惊吓到，因为无有准备，当然就有惊吓。所以伫今仔日这个对照里面，伫这个对照里面，伊拄着西亚的代志甲拆你，无甲伊爸母讲，意思就是讲，伊嘛互伊的爸母安怎失去他的防线呐、防线基本上也是什么，也是溃堤的，也是溃堤的，靠自己无法度，但是。我靠伊的爸母嘛有法度，但是到这边哦，叙事到这边哦，倒是有一个很值得提醒我们思考的地方，就是哇，这个是上帝是安怎大大感动因，上帝的灵大大感动。我们请问这个说法，有没有感动基督徒跟教会？上帝神大大感动固定教会，有没有很感动？哈？你们是很怕被我骗是不是？他都不敢讲哈。我坦白讲哈，这个说法哈，只是听那个句子，上帝心大大感动，实在是会当互咱着惊嘛欢喜你毋知。但是你若是看入去圣经内面人物因的人生内面吼，
可能会值得我们需要我们再三思考吼。上帝的心大大感动吼，那是伫今仔日短短经文里面吼，我们会看到，其实是上帝的灵怎么样助攻跟加持，所以让保住参孙自己什么逃过一劫。可是没想到他没有跟他父母讲，所以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上帝心大大感动伊吼。到底是要保自己一命，看你要从保自己一命的那种助攻加持来看，还是他欺骗他父母？上帝心大大参孙的所在，看你是要看参孙的误用，还是上帝的信心？就算讲他破功了，但是上帝依然使用。我会甲大家讲，伫传统教会观点内面，伫这个故事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就含的，哎呦，叔叔啊，做甲安尼，买当叫叔叔啊，有够含的，啊，不过伊依然是叔叔吼，大家就会一直在参孙的身上一直吼啊，就含。但是我要甲大家分享讲，其实伫这个故事内面，我感觉最含的是上帝。就喊的啊，是安怎？人都废成这个样子，你还当上帝？瓦器都不瓦器的，上帝还上帝耶！人参孙拢安尼啊，上帝你犹原安怎？做因的上帝，敢会伤喊吗？其实从结果论来说吼，那参孙的故事行到落尾吼，以结果论来说吼。特别是伫顶礼拜经文的范围内面，你往前看2节而已。结果论来说，其实上帝无需要借口，不需要理由来攻击非利士人，伊需要的是啥？士日记作者已经给我们答案，上帝需要的是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但是无重视家己身份的参孙，拄啊好是上帝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啊！事事无事事，拄啊好是上帝使用这个理由来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哇，这个怎么看？我跟你讲，你从人类各个国家、欧亚非的政治权谋来看，吼，你讲怎样输上帝啊？怎么样，他都可以扳回一城。但是那是对这个观点来看吼，我感觉有一本册。分享给恁，但是恁无多啊好，一定要从头每一页吼翻到尾。我只是最近在翻这一本书而已。这个作者吼，文化操控这本，这个作者吼汤普森吼，汤普森其实是一个当代馆吼艺术馆，他是一个艺术总监吼。当然，因为咱台湾吼也是讲教会较少对艺术的。艺术的角度吼，艺术的角度吼来思考人生，甲观察这个世界甲社会吼。毋过伊这本内面咧写，其实伊是对艺术的观点来看，伊甲资本主义跟商业模式的一个拉扯吼。伊有一个观点真好，我刚刚掠迄个观点来互恁思考。即时的史书因所拄到的代志，伊讲不同领域的掌权者是如何使用文化加做武器来保持家己的优势甲地位吼。这本册大部分围绕在用艺术的表现吼，或者是商业模式跟社会各种关系美学、沟通美学吼，来呈现这个背后的思维。真简单来讲，用文化吼来包装你的管理啦，啊，要互你所讲的安怎？保持你的地位吼，甲你的优势吼，这是这本册所要讲的。因为我咧准备史书记的时阵，我搁一遍转来去想到伫参孙因的背景，他的文化背景吼。我要讲的是刚刚的那个观点，传统教会看的是参孙这个个别的士师有没有回应上帝的旨意啊？我们大家就教会都说啊，他很废，所以我们也可以很废，因为上帝还是上帝，对不对？你们不敢认同我，对不对？其实这个观点，我个人没有想要在现代教会去强化这个进入，我没有想要强化，但我倒是
要说，其实你若认真，真正真诚是来看参孙的叙事，他的叙事其实你看袂出是安怎以色列人一定爱甲非利士人真正好的竞争，是吧？你在做我，因为这个只是真的很刚好，我只是刚好在看这本书对参孙伊的老爸老母，佮有伊的婚姻爱情，佮有伊生活模式，苏苏记的作家用很简单的方式，但是却让我们发现一件事：其实以色列人还真的没有理由需要跟非利士人打仗你们懂吗？你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意思吗？你们听得懂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吗？这个叙事里面。其实平安无事，阁会当娶某的，因的文化交融。你哪个回兄，我他都要秀给你们看那个地图。因的文化交融，我坦白讲，如果你站在现代人的观点，你会觉得其实他们融合的还不错。阁会当安怎？对啊，阁会当结婚呢，大家做伙食葡萄，毋是，大家做伙啉高酒、白酒。算还不错吧。通婚虽然是他父母心里的挣扎，但是也不是不能妥协的选择，对吧？对吧？好，不打仗一样，马照跑，舞照跳，日子一样可以过。甚至恁敢有发现，苏苏记开始到今嘛，你拢无读过一句表达是一些人。呼求上帝，原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已经不用呼求上帝了。为什么不用呼求？不是讲瑕疵，为什么不用呼求？为什么？兄弟姐妹，我这样子一直铺陈，你们应该有快就接近我要表达的答案了吧？为什么不用呼求？融合得很好，活得很好，在一起的很快乐。我要呼求什么？这个瑕疵是瑕疵吗？这个瑕疵是瑕疵吗？兄弟姐妹，直观来说，这哪算什么瑕疵啊？是吧？日子一样可以过，甚至一些人已经唔免阁求上帝，因为他们很聪明，找到跟非利士人的文化共存的方式了，敢不是？找到方法了嘛？伫无需要战争的日子，上帝要拯救啥？兄弟姊妹，教会，请你思考这个问题：伫唔免战争的日子，上帝要拯救啥物啊？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作为台湾人，你也得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咱用现代的价值观来看，其实是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两难。因的任务是安怎维持一个身份，维持一个对上帝的信仰拿定，建立起这个信仰所建立的生活。但是若无一个上帝信仰的生活，对以色列来讲，又不是不能生活，不是吗？你们听得懂我这意思吗？还是我台语太烂了？我重来用中文表达一次。以色列人跟参孙一样，他的任务是什么？维持好他的身份，维持好他上帝选民的身份，对吧？他要活出来的生活样式是什么？敬畏上帝的方式，对吧？就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上帝对他们的要求。但是即便参孙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即便他们没有这样做，还是活得好好的吧？这是事实啊，兄弟姐妹，我们不能够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以色列人跟基督徒是自己人他们说什么都对，做什么都好，不能这样子就算没有维持好拿细尔人的身份，日子还不是照过，是吧？弟兄姐妹、兄弟姐妹，这就是现代教会若是要读这段经文的时阵，咱爱真斟酌来思考这个问题。头
头前所讲的经文，提醒咱上帝需要的不是理由，上帝需要的不是理由，是机会。我伫咧思考，士师记的参孙，伊的背景对现代教会来讲，其实是不是也正反映一个状况？其实文化操控这件事情，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过，只是战争的手法怎么样不一样。但是现代教会，你的日子过得好吗？你有觉得你在被什么操控着吗？还是其实是你在操控手机啦？牧师你误会了。非利士人咧用以色列人嘛欢喜的文化来改变因的信仰甲因生活的方式，但是上帝伫这场无需要战争的中间，伊要拍什么战争？上帝要夺回他自己的百姓，上帝在为自己战争，上帝在为自己战争啊！那用圣经完整的启示来看，上帝拯救的工作会敢若会当透过以色列人写落来对世界的警醒，透过上帝的拯救，透过以色列人对这个世界发出警讯，所以以色列的角色重要。现代教会，上帝透过教会表达对救恩的存在。现代教会的任务就是保持你自己的身份，向这个世界诉说上帝的救恩。所以教会你的身份很重要。但是呢，连上帝选择使用讲话器皿，拢家己放弃家己的身份，选民不选民，教会不教会，身份是不是也就不那么重要？你若要问我，伫这款的情形内面，要安怎来面对这款的文化？过去是用战争，现在用文化，其实以前也是用文化啦，只是人类的那个专业没有把它整理出来而已吼。我们都是在争取权利这件事情吼。你若问我讲啊，现在现代教会要安怎来学习甲思考吼？其实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感觉实在是有限，要提供给大家一个帮助有限，但是那是对我家己信仰的反省甲生活的建立，我会当提供这3个大方向，提供咱兄弟姊妹来思考来祈祷。第一个，你要面对文化的辖制或者是影响，其实你要保持你真做教会身份的认同啦。你若无认同，你是上帝所敬重的基督徒，只是钻牛角尖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他？这个牧师也没辙，因为对参孙来讲，他人生虽然一开始还没出生前就有工作，可是他的身份他也没办法选择，你们知道吗？你有这边想说为什么是我？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基督徒，这不是基督徒。牧师其实是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因为这是出于你的身份认同，出于上帝跟你的关系，就看你家己要抓掉这个身份无。第二个，你若是有这个身份的看见，你要保持对敬重你的上帝。要有迄款敬畏的心嘛，无咱就会当对参孙所伊的一生看见一件代志，就算讲你有身份，但是你无有坚强，你敢若会当用欺骗的方式来骗你的老爸老母，甚至骗你家己，骗你四周围的人。你们听得懂我意思吗？我实在是很怕我台语真的讲得很不好。就是如果你有那个身份，但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其实你对自己、对你周围的人，你也只能用欺骗的方式。你从参孙所做的事情上，可以反映出这就是人性。第三一点，教会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关心嘛，这个很广义，也很主观。但我相信，一个我靠上帝的人，你对家己的身份有认同，你对上帝有敬畏的心，伫平安的内面，伫基督的内面，我嘛相信，对你所想，对你所做，嘛会有对这个世界的疼。就虽望咱检菜可能伫想法甲做法顶面有无同款的所在，但是我嘛相信这是上帝所敬重、所使用的。或许我提供的这3个建议，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平常
在灵修，晚上在灵修，或者是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紧紧的一直跟这3个大方向对话。吼，讲最我的灵修，我提供出来，给大家来参考。吼，不简单，即便这样做也不是保证，但是我想这或许是一个这3个做法，我们不断的在自己的生命跟灵性里面，不断的跟上帝祈祷对话，或许能够在这个容易迷失的世界里面。在必须跟这个世界共存的当中，我们还可以保有一点点不这么轻易被同化的可能吧。上帝的心大大感动，你有看见上帝的想法甲做法吗？你的回应会是啥物咧？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是阮伫你的面前，透过参孙的人生，我嘛来思考阮的身份、阮的信用。主，阮恳求你，其实一切都是不容易的。阮若是无有上帝的信心，甲上帝你的真理来帮助阮，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好坏是非，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到底倒一条路，我会当行了真平安。所以，阮恳求你，为着阮家己的性命，为着教会徛起伫即个世界。诚做毋茫的记号，阮仰望主你，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扶持阮、帮助阮，用你的心大大感动阮、引带阮。同心感谢祈祷，是替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柯牧师的勉励吼，无简单，真正无简单。但是愿上帝保守咱的心，愿咱谦卑敬虔，谨慎过每一天的日子，活出上帝囝儿的身份。咱做伙用新的界面来告别信仰，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来用圣诗153首，我听耶稣的写讲明来回应上帝恩典甲同在。圣诗153首，做伙起立来吟。
我听伊讲夜头悬看，充满欢喜。耶稣真光，因无变我，照我行到一世。请坐。咱用奉献来回应主上帝的疼。感谢主，互阮今日圣灵充满的一天，阮会当搁做伙来听你的话语。首先，咱嘛要感谢每一位有圣灵感动的人。主甲是咱信、望甲仁爱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求主听阮的祈祷，互阮会当时时刻刻听到真正神来的声音，阮也会当分别好的甲歹的，互阮会当听见人甲人中间有无共款的声音，接纳甲阮无共款信仰的人，政治理念甲阮无共款的人。互阮会当真正的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拍开咱的心肝，互相来尊重，善意的沟通，互咱会当做基督徒的咱，会当做一个真正会爱所有的人，无分彼此，为神来做上界美好的见证。今日我要搁一届献上阮一点仔的金钱，感谢主来使用伫教会所有的事工，也会当做搁较济有帮助、有意义的代志。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咱来介绍今日的新朋友哈，第一位是郑有心，念心吗？对，好，李佳，要简单介绍你无？啊，你可以看你啊，自在就好。好，郑有心。大家好，我是有心啊，我其实是台南人，啊，即摆伫嘉义咧读册。嘿，因为来台北就是来找朋友，拄啊好看到教会伫遮，所以想讲今日透早的时间会当来遮做伙参加安尼。好，欢迎有心哈。好，第二位是曾静莹，曾静莹来静莹哈，欢迎。
大家好，我是静轩，迄个字是拍唔对啦。哦，静轩，嘿，草字头轩，嘿，草字头轩，不要紧，不要紧。歹势。啊，我今日嘛是来找我朋友啦，哦，伊的朋友是柯博士的表弟啊，嘿，宏远，嘿。啊，我是嘉义人，嘿。啊，今日起来佚佗安尼尔，嘿。哦，非常欢迎。嘿，好，你表弟。不要是不是？好啦，让我介绍一下啦。毕竟那个是潘宏远，宏远还是我表弟，是我阿姑的儿子还是很可爱。他现在长好大只哦，所以他第一次来我们的教会。第二次，他上礼拜有来，今礼拜有来，很会选时间。哦，好，大家都认识了啊，欢迎宏远跟朋友一起来哈。好，咱来行平安礼吼，咱来唱一解，行政会来唱一解。好，咱来伫上帝听内面来互相请安，来请。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好，咱来互相请安。以前我搁介绍一下有一个陈传道伫咱的中间伊侪当进前有来过所以伊的册伫外口大家册自由、关心跟奉献。好，咱来互相请安。好。一世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一世来听你。好，咱用请坐，请坐，请坐。大家互相请安，真欢喜吼！咱报告的大臣，咱行政会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日经句记载伫箴言第2章第60到第8节。咱台语读一遍，华语读一遍。好，来请。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才目甲聪明，拢对伊的喙出。伊甲正直的人自至真的智慧，甲正做端正的人做顶牌，通保守公平的路，保护顺道的路。箴言第2章第60到第8节，华语请。因为耶和华赏赐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为正直人珍藏健全的知识，给行为
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护公正的路，庇护敬虔人的道。箴言2章6到8节，好，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消息。第一点吼，下主日是诸神主日吼，新使者杂志的主编朴宪传道师要来讲道请安甲报告吼，请兄弟为着新使者的事工来关心奉献甲代祷。啊，朴宪传道师是咱教会家己的青年吼，咱一直爱来斗支持吼，好，咱来准备。第二点是9月27号到28号是真久咱无举行的2天1夜野外礼拜的培灵会吼，啊精彩的内容甲介绍拢有大伫个报告拿，啊地点是个立泽简诗青儿营地吼，在宜兰五节乡啊。报名的费用是一个人700块，啊你啊6岁以下无占床的就免费吼，啊专业是2500块吼。其他是教会来补助，啊，邀请咱的兄弟吼，赶紧来报名，就是恁，吼，赶紧来报名吼。啊，报名的时候，你会写你要搭一款的房间吼，教会会尽量来安排。第三点吼，财务组要伫7月20，就是今仔日的礼拜结束了后，要检查各团契顶半年的校册吼，啊，请各团契财务同工来备班。咱来看团契的消息，第一点，上年团契7月份的月例会伫7月24号下早10点吼，主题是用创意游戏开启绿色新世界吼，啊，那么请兄弟来伫个公布拿来登记。啊，另外吼，教育装备组吼，因今仔日甲咱介绍的信息，就是咱今仔日唱的回应诗吼，153首吼，咱会用大家来家己来看。好，啊，今仔日另外教界的消息吼，有一点我来补充，就是这次中华妇女事工部吼有要举办信仰关怀之旅吼，啊时间是9月17号到9月19号，有3天的时间吼，啊伊要去到来吉教会、竹路教会，啊，佮有家己的北荣教会吼，啊要去到阿里山享受森林之浴吼，原价是7000吼，啊中华妇女部会补助500块吼，但是固定教会吼，你也要去吼，会佮补助1000块吼，所以拢总是补助1500块吼。啊，你用咱的妇女团契会长蔡长老来报名吼，来报名好。啊，今日的公道的事项吼，咱嘛用真足看吼，有为着失去亲人的遗族吼，为身体欠安的，有为着身体需要复原的，嘛为着台电抢修发生意外的员工吼，啊望伊早日康复，啊嘛为着新店消防人员吼，因为救灾失去性命甲受伤的兄弟，吼嘛为着后礼拜6个罢免选举吼，咱来祈祷。好，啊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看，啊请牧师来公道。咱同心来祈祷。敬拜上帝，阮意爱你的心大大感动阮。但主啊，求你帮助阮的心，互阮有属天的眼光，阮会当看见上帝你的作为，阮会当看见上帝你的心感动伫即个世界的事，啥物代志是阮应该爱付出关心、听惜、行动。为了台湾即个土地，恳求主你的保护。阮感谢过去的历史，互阮会当起造一个国家。阮也恳求你，互阮伫现主时，大家意见想法无共款的时，阮犹原有上帝你的怜悯感动伫阮的内心，互阮用属天的智慧来照顾治理你所想事的国家。求主你也帮助阮，固守伫阮兄弟姊妹中间，
身躯欠安、心心灵无平安的兄弟。人伫世间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但是伫永远的毋茫内面，阮有搁我的气力，求你安慰阮、怜悯阮失去亲人的兄弟，身躯欠安患病的兄弟，互阮会当伫上帝你的内面有气力。也特别为着即个阮的社会内面，因为服务台湾人民毋管是伫台电人员或者是消防人员，因失去性命，阮实在毋甘也艰苦心，但是求主互阮毋敢若是祈祷那点，互阮也为着因的遗族来祈求上帝你的怜悯。佮有保守，也互阮诚做台湾人、台湾人民，阮也会当关心阮的国家的制度、阮的资源、阮的分配。作为有侪侪代志是你呼召阮来关心的，阮定定敢若为着家己伫遐咧忝，求你赦免，求你帮助阮，看见搁较大的稳定，是你拢为阮、为世界备办好啊！毋管是救恩，毋管是气力，毋管是资源，主求你，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因为是你的神在引带阮。当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位来吟落尾圣诗，圣诗397首，请起立。伫恁伫这世间的日子，会有侪侪挑战，有侪侪迷惑，也有侪侪你无清楚的压制。但是伫上帝的神甲真理内面，你的确会看到上帝所避免的迄条路。不要懒惰，当积极敬畏神；不要丧志，当心存盼望，一直定睛在永生的神山上。毋通袂记你，伊呼召你，已经有互你一个身份，你着保持伫这内面，活出永光上帝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南三角地带，要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再来起身。咱做伙来唱古亭教会之歌。古亭教会，古亭教会，古亭基督救了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哈利路亚。来自雷比的所在，大家做伙，大家做伙，也伫家姊妹，当心的亲亲祈祷，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互咱亲像一家伙，来自了迄个所在，年年做伙，年年做伙，也伫家姊妹。心的亲亲祈祷，互相鼓励，互相鼓励，互咱亲像一家伙，日日读圣经。
小熊我告主，主数满稳定，高点高会，高点高会，高点基督丢了高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哈利路亚。好，上帝祝福咱大家，愿恁平安。